嘉义市的喷水圆环是当地正出名的地标，为了要让民众会当了解到嘉义在地历史，不动产处理委员会举办消息的基地绘本系的活动，透过写着这喷水圆环走啊走这本册，要来向民众分享嘉义市伫白色恐怖了后，嘉义圆环附近的地景出现什么款的演变甲故事。喷水嘞。阿公总是带着我一边沿着喷水圆环走。绘本内底这对祖孙的故事，让现场的民众对嘉义圆环附近的地景有简单的认识。不动产处理委员会伫嘉义市的道理册店，用消息的基地做主题，分享一本写喷水圆环行呀行的绘本，要来绍介嘉义市喷水圆环的历史。伊透过这款的较软性的故事，我感觉会当甲这较严肃的，较严肃的议题。议题会当分享给较少年一辈的囡仔。除了绘本的分享以外，嘛有举办行读的活动，带民众为嘉义车站开始，行到圆环附近的巷仔内底，实在了解这个嘉义上闹热的区域，经过白色恐怖事件了后，产生什么款的改变？阮找到遮侪不动产的故事，而且这个故事呢是甲地方都足有关联的，所以想讲来地方正把这块的故事喊转去这个地方所在。本身也对历史有兴趣，所以也之前有稍微有研究过相关的一些题目这样。不动产处理委员会研究员表示，过去维权的时代有真侪代志、真侪故事拢袂当讲。透过调查不动产的过程，还原地方的历史，经由绘本甲行读的活动，希望让地方的过去甲演变，会当用无同的形式来保存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